拉姆納拉揚拉姆，今天我們來談談法院，談談印度憲法。如果法院願意，它是可以修改憲法的。目前我們有議會和聯邦院 Rajya Sabha， 當所有議員達成一致並通過一項法案，該法案便自動成為正式法律，然後總統簽署生效。法官們應該關注外部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，司法機關只關注送到他們面前的案件就夠了嗎？他們難道不應該觀察這個世界其他地方的情況嗎？地球上的問題該如何解決？我們必須認真思考這一點。為什麼最高法院不制定一項法律，徹底廢除個人所有權？天空中有所有權嗎？太陽、月亮、星星、大地、天空，他們何時聲稱擁有了什麼？他們何時說過不給你空氣、水或者陽光？既然如此，那所有權這個概念是怎麼在地球上產生的？它從哪裏來？既然最高法院有權力，為什麼不通過一項法律來廢除它？應當制定一項法律，使地球上的一切像自然一樣運作。基於自然的法律應被普遍適用。我們已經指明了方向，但人們仍然不理解。許多國王來了又走，莫臥兒時代也來了又去。他們統治了一段時間，然後一切終結，卻沒有人去想未來的世代將如何生存。這就是為什麼我一次又一次地說，為了子孫後代，應當制定一項法律，不允許任何個人在地球上的任何土地上擁有所有權。Santander 和我，以及所有的同道，都與你們站在一起。如果需要，我們願意奉獻生命，只求制定這樣一部法律。這就是我們對司法系統與法院的請求。在地球上確立的所有權對所有人都有害。我們的摩訶古魯導師已經開始努力消除這種所有制。除非廢除個人所有權，否則地球上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平等。這裡，人們以各種方式遭受歧視，許多人被剝奪了自己天生的權利。既然每個人都平等地降生在這個世界上，怎麼可以有人被剝奪他們的出生權？每個人都應當得到它。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應當被視為平等，沒有歧視，沒有眾姓，沒有等級制度。但這在所有權未被廢除之前是不可能實現的。因此，全世界的人民，所有法官必須團結一致，發出共同的聲音，採取行動，制定法律。要變得強大而穩定，每個人都必須修煉冥想。當我們冥想時，我們體內的500億個靈魂會集中於一點，為我們注入能量。你必須牢牢記住，在任何情況下，冥想都是必要的。通過冥想，你的煩惱、問題、精神混亂和猶豫將逐漸消失。冥想中升起的聲音，就是引導人生之路的聲音。今天，每一個人都應該念誦拉姆納拉揚拉姆，將自己完全交付於這個種子咒語 Bija Mantra。這個種子咒語內含一切，它本身就是完整的。如果你想改善自己的生活，現在就要與這個種子咒語連接起來，為自己的福祉，也為社會的福祉而努力。拉姆納拉揚拉姆。